笑着，笑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的话，只要邀请我们这位吴先生哈，因为他也愿意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因为他的这个情况算是蛮特别的，他很清楚的描述，他就是觉得这个喉咙脖子地方不太舒服，没想到会不会是我们临近这个喉咙脖子症状来表现这样哦？那当然希望说我们这个中部地区或全国大家空气品质以后都能够是一个标准状况啊，这样。但它是5.5公分啊，这样。那确认你真的没问题，因为低降调那它是0.5公分的很小的。看一下这个颈部的这淋巴结膜底下，所以你刚看起来表面没有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其他这个舌根这个旁边也是容易遗忘，像没有说硬硬的有的是黏膜底下像我们这样会带，就是会觉得这个喉咙卡卡的吃东西容易呛到这边这个喉咙这个下颈部都有点那种压迫感不舒服这样，那大概1年多，那因为大概陆续看了诊所医院都好像都检查起来也都说还正常查不出什么原因那当然也没有什么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或是治疗这样于是他到我们门诊，但是我们检查的时候也发现也是一样，就是喉咙用内视镜检查还有这个脖子摸起来也都没有什么肿块都很正常跟之前的医师的看法一样，也没什么特别问题这样，但是因为吴先生他很明确就是觉得那个地方怪怪的而且因为我跟他也比较深入的了解，觉得他有提到就是他过去1年来体重下降也比较多那这也是一个我判断的讯息我就觉得这样是不是有哪里怪怪的？但是他又没有糖尿病，他体重为什么1年多会下降的比较多啦因为有正常吃却体重掉了好几公斤这样。那有没有想到说，会不会这个喉咙颈部这里是受到他邻居的干扰，也就是肺部有出现问题才会这样于是我们就马上照一张胸部 X 光，那就发现他的右上肺部的确有一块比较明显的阴影看得出来这样。那我们马上隔2天就做一个吞袂落，我会散3-4公分落，我奇怪这离过来拢验无到尾来就是我 X 光我照食做大咯，讲迄袂啥要紧我到尾来这有人咧报讲迄省立这耳鼻科这是家访这医师看病我足认真咧来这验落伊的部分拢无安怎到尾来伊去甲我照 X 光，照了讲哎呦内底肺内底有瘤问题到尾前甲我照迄电脑扫就发现讲内底有5公分的对沙棘恁厝安普通是有食薰无？有我有食薰我食好30年即摆有改无？有改